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那我是中国文化大学学生会的权益部副部长，那我叫陈邦安。好，那我们学校上周有举办了文化美术系罢课事件24周年，那其实有非常多的学长姐回到学校，那他们也非常压抑着为何现在的董事会的成员跟他们当初24年前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。对，那去年我们学校也曾经举办了校长遴选，但是学生们无从得知任何相关的讯息。那近几个月来，我们学校与台大一样，遴选过程当中发生了非常大的严重瑕疵。那我们全校的学生始终被排除在外面。那学校的作为始终没有纳入学生们的考量。那文化大学学生会这边有几点诉求，第一点就是尽快决议校长人选，不得影响校务以及学生权益。那请学校给出具体的承诺以及时间。第二点是尽速修改中国文化大学校长遴选办法第3条，纳入学生代表，让学生代表能参与校长遴选的过程。那第3点，修改中国文化大学校长遴选办法第10条，新任校长必须公开身份，并且提出对于文化大学的愿景，且遴选过程当中需要让教职员以及学生们进行模拟投票，真实反映学校学生们以及师长们的真实的想法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